若明仔暗伫高雄的选情之夜，那另两边要来大拼场咯。民进党伫个坐稳凤山西站边的空地啊，要号召20万人，延续去年总部伫个遮成立的气势。国民党是伫个梦时代对面台糖物流园区的广场，甲这个舞台打造总统府的造型，展现韩国瑜要入主总统府的企图心。 2020总统大选关键选前之夜，蓝绿总统候选人都将在高雄举办造势晚会。民进党选定在捷运凤山西站旁的这一块空地，要号召20万人参与。总统蔡英文呢，也将在明天晚间的7点30分抵达，要发表15分钟的演说。蔡英文高雄竞总去年11月伫遮成立，民进党要延续当时10万人气势，得到胜选。 另一方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选定去年胜选高雄市长的福地台糖物流园区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呢，后方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搭建成总统府的外形，也凸显了韩国瑜想要入主总统府的企图心。民进党估计有20万的支持者，韩国瑜竞选阵营画出50万人。不过就双方场地面积来看，好亲像出入。面积的大小呢，保守估计将是这个韩国瑜市长他们在这个。 台糖的梦时代的广场的5倍，那相信人数也一定会远远大于韩国瑜市长的这个号称的人数。厂商非常无用，高雄市警方嘛唔敢大意，因为两个阵营举办的地点拢远近捷运站，就惊支持者过度热情产生冲突。各地交通嘛有加强部署，公安局地勤嘛有加派人力路南，要让万众瞩目的高雄造势拼场，拢会当平和。